在地上大条来看，新北市的营区昨一号林家厝火烧，造成一对老母甲查某囝死亡。经过这警方的调查，所发现讲这死者翁婿涉嫌放火，讲是因为这翁仔某两人去冤家一时情绪激动，就用赖达去烧塑胶，无想到讲甲规间厝拢烧去，互检方移送法办。大火烧甲真猛，乌烟是冲甲真悬，这间人家厝规倒火。消防员去现场随报水线，不过规间厝拢已经倒火，内底一对母仔囝未赴走出来，当场死伫内底。看到的时阵，火已经个拢起出来，足烟烟嘛足大啊！啊，拍好车都还无来咧。我人，我要来发隔壁，这叫人紧走，嘛唔敢活来啊。阮这听人讲，火灾，要讲火烧厝啊。搁登去案件发生的所在，是伫新北英歌区一间透天的真家厝。这间厝已经烧甲规个乌乌乌。初二中昼12点外，火势为2楼开始炭。经过火调人员的调查，无排除是有人去放火，而且警方有锁定一个59岁厝主，伊有重大嫌疑。屋主当时发生火警的时候在现场，然后我们来的时候他就跑出去，一直找不到他的人，在救灾扑灭以后，后期才找到。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，厝主一个人离开的时阵，还阁一直咧踅踅念。警方甲带登去调查，这个厝主讲，案件发生进前，伊甲因牵手冤家，甲伊讨债几百块啊要食饭，若去互拒绝，阁去互勒。在情绪无稳定的情形之下，伊是气一个走出来，用赖达甲塑胶点火刀。不过伊的某囝怎样安尼来死亡？跟老婆是从来不会吵架，因为他很怕他老婆。但是就有一个很重要问题，就是钱都被他老婆控制。你要跟他拿一分钱，他老婆都不给他。专案的疑点真济，也要厘清。因为死亡的母仔囝已经伫初3早起上验，厝主经过警察讯问了后，中昼移送地检署。向涉嫌反放火等罪嫌来侦办。公视新闻新北报道。